即摆网络的时代吼，阮有开发足侪物件伫网络面顶啦。所以我嘛足惊讶，就讲像讲高下笔拍台语，一个我讲你台语安怎学的吼？用网络面顶看嘛，遐会晓的吼，迄种搞笑的。啊，迄个Apple 的手机是爱用迄个罗汉卡，敢有人用罗汉卡？无啦，较少用 Apple 啦，Apple 就爱用罗汉卡。哦，迄个嘛是共款哦，迄个少年，我讲你台语安怎学？伊讲你网络面顶遐尔车，迄条条就晓。诶，所以你会晓，即摆的时代讲是来，以前讲啥物？迄教人读册人毋免出门，导致天下事迄是啊，迄就是讲你要读册的啦吼。啊，册要送到你兜来，毋知当时才会来。啊，这是网络啊，哦，你较是晓毋免出门哦，逐出门免去图书馆，网络面顶拢有啦。你若会晓去查哦，拢有。OK， 迄个台语姓毛的哦 ，TAIGIFS。趁我会记，我先讲。恁敢若有几位？我遮甲老师，迄个系主任拢有 Facebook 拢有做朋友啦吼。我发觉讲，恁若嘛足侪讲我是中教大学，即要做朋友，我拢会 OK 哦。所以我真侪物件新的，即摆拢会伫 Facebook 面顶有啦吼。啊，我 Facebook 的名叫做准玉哦，准玉林啦吼。OK， 哦，你若要甲我做朋友，会使来遮加哦。啊，你就通看，啊，你有啥物意见，有啥问题，你拢会当到面顶甲我问吼。啊，你问所有问题，想要去用 Messenger 内底问讲啥个安怎吼。OK， 遮有一个开始落了哦。伊讲照你的需要点选嘛吼。阮迄个有一天收到 email， 伊讲我遮做即事，我爱去聚会，爱读圣经。啊，我入去来拢是标的字，伊讲伊少年的嘛，伊讲伊学的是教育部带落的嘛。伊讲太安尼啦，你若无创，我讲是个你入门的时阵吼，你都无注意看，你入毋着门啦吼。所以你若要带落的时阵，你就爱试即个带落传统版。OK， 创较大机个吼 ，Control Plus 就会多放大咯，啊 Control Minus 就会缩小。啊，人恁嫌我即本送今仔送的这哦，恁看袂感觉伤细字哦。刘秀伟老师伊讲，伊一个看讲落来遐细字啦吼。这就是因为我以前做的雅歌经验迄本大机啦，啊，我甲迄个人交代讲，你来叫伊共款啦，啊，伊来送来到队的时拢用。网络送来嘛，啊网络我看较细字，大家创较大字，啊结果一直无感觉讲印出来遐细字啦，足歹势哦。对恁来讲，我就是迄种共款。啊，搁再办的时，我就甲改较大字。所以你入来了吼，也有真济，啊恁就有来去点啦吼，对对。这头前你有看哦，教罗多赢哦，迄当时200011、12年前。迄当时无 Unicode 啦 ，Unicode 就是我无嘛。而且我的电脑拍写去伫遐，啊拢会乱码有。恁无经验啦，我想恁了写10几年前恁国校啊。啊，迄当时所以有一个叫做图形档啦。哦，我即个渐渐我会叫伊摕掉吼，这到遮已经无用啊。互恁看知影者，你登录了后。迄拢摕掉，所以遮就袂出现这个。OK。所以伊遮中遮是即个功夫啦吼。第一事是咱讲了吼，啊第二来一大事典即个，你若袂晓的字来遮查询啦，哦，来遮查询的是有共款嘛吼，你选你要写的。哦，啊！你要台罗，你就选台罗。台罗数字条，台罗 Unicode 就是有迄个条符啦。啊，以前拢是爱靠数字，伊无 Unicode 是电脑家来要看数字啦，数字条。
就讲即摆，你若讲台语，你罗马字你毋知影，哦，啊要查，哦，你拍遮，有讲中 TIONG， 哦，哦，伊所有的中落出来吼，中间两撇尔。哦，这台语，咱来了解去当时的台语是下门腔啦，下门腔啦，较偏台北的吼，下门腔啦，哦，啊，可能有一天阮会甲改做，阮这人普遍腔啊，阮的即个今仔送的这册，普遍腔就是教育部有去调查，就是较侪人讲的腔口，啊，台湾以前北部足强的，啊，所以伊迄个下门腔拢啊留着啦，伊啊，但是拢无伫讲台语啊。哦，你可以研究啥物天龙国，叫做天龙国。啊，所以咱中南部的人咧讲，所以教育部调查了后，伊就是高雄市所中心的中南部腔口啦。我想在座拢熟悉啦，哦，所以你读起来感觉足爽快。这腔口无共。啊，教育部的书典有伫查的，请举手。OK， 伊迄有两个发音，斜线头前迄个就是普遍腔啦。后壁迄个就是较少人讲的啦，哦，伊调查不了是哦，就讲我要去倒位，咱若讲我要去倒位着，啊，但是伊调查起讲是我要去倒位，你个是要较侪人啦吼，啊，所以伊个要会做头前，啊，后壁迄个就是其他的腔口啦，所以咱知影者哦，啊，咱尽量你若要写正式的公开文章，尽量写较侪人讲，这是社会语言人的关键，出一文。以前嘛，足侪种腔口啊，哦，啊，共款移出来，伊会读无共款音嘛。啊，因去调查起来，结果是关东腔，上侪人讲嘛。哦，我东京遐，哦，啊，伊的标准的文字，一致的文字是用关东腔。啊，你关西这边靠北遐个人要读伊家腔口，嘛是会使啊。哦，咱甲尊重嘛。啊，但是你文字一定要一致，即个语言怎我都一直发展啦。啊，无你写你的，我写我的。以前教育部就是我有台语话，啊，早有啥物台罗拼音，啥物毋知迄种，啥物通用拼音，啥物托鲁帕，啥有诶无，足济，互恁在咧拍甲乱甲，恁拢永远袂学。啊，杜正成教育部长，知影啥个？杜正生，互伊足勇敢诶。以前诶教育部长若要磕着台语，就叫丢落来。哦，即咱现拢咱知影，爱知影这历史吼，啊，咱要安怎来去应付起来？杜正成到迄个做部长的时阵，迄当时拄好李强教授倒来啊，伊哈佛大学去教台语，恁知影哈佛大学有开台语课，迄捌听过毋知影？哦，伊去啊，2000年教的时阵嘛来阮教会教票的时，我安尼才开始的，无我以前嘛袂晓啊，哦，我迄才开始学的哦。啊，拄好伊又倒来，啊，所以合作咧，啊，甲迄个以前有一个叫通用，捌用过通用，请举手。我想恁遐少年袂用着啦。金安以前嘛是用足济迄个教科书拢用通用嘛，啊，通用通啥通中国大陆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就是对咱台语是不利的嘛，啊，落尾迄个你看大家就部长招足济人来整合出来叫台罗拼音方案。哦，大家足安心啊！你学即套免烦恼啊！迄个，哦，即套就是大家会安尼来用的。哦，啊，你大家就来学，啊，来安尼写，啊，咱即个台语咱就自然会进步起来。啊，无就是永远去叫台语啦，即咱来了解哦。所以学会晓台语，你尽量就用台语写。哦，咱台语就活起来哦。出即本书典是1933年，你还袂出世，我嘛还袂出世啊。日本统治台湾，日本政府伫国际上合法的殖民是日本政府啦。你嘛管条迄是你中国，你不爱害，你甲人签讲要挂互日本啊。啊，日本来台湾咧，伫台湾统治是开始嘛是要用足尊重咱的母语，哦，啊，所以因的日本人警察啦、什物法官啦、做老师啦，要来台湾拢爱考台语啊。所以就要出一个叫《台日大书典》，1933年，迄足国本的。啊，因用迄个台语用迄个卡那假名，来加一寡符号，
甲即马有人用某某某某伫做台语，捌用这人写也是。哦，有啦，有一站外边嘛遐看有哦。啊，伊用迄个来做台语啦吼，啊，解说是日文的啦。啊，李清华教授讲，即本书典是上好的、上全的，9万几个词条，有包括台湾的各种腔口。啊，你甲我讲的时阵，啊，我捌读过日语嘛吼，来甲你迄话甲你读厝边读的。啊，我讲好，我来翻啦，坎坎啊，就甲翻，啊，甲创就嘛吼。所以这台式大书典就是安尼来的吼。你看咱这伊有其他腔口，有补，即个补号做啥物补法？有泉州泉啦吼，啊江，啊东湾，东是东湾嘛，埔即个埔是啥物埔？漳浦啦，漳浦 OK， 所以伊个腔是顶啦吼，中国伊是中国啦吼，所以咱就知影讲，伊有各种腔口拢有收，迄当是台湾原来有少数个人有讲即个腔口。啊，所以咱若要用汉字查嘛会使，哦，其他腔口嘛共款会使安尼查。所以其他腔口的人拢足甲我感谢啦吼。伊讲，因早册我以前拢无人要插的，哦，迄个巴克个设计内底无其他腔口，迄个教育公布标语纸内底无其他腔口，其他腔口即个是去创出来哦。过来，你拍汉字共款。会使用汉字去查啦。OK， 咱来查这个咯，对吧？所有咯拢会出来。这话恁听嘛捌听过啦吼。有要紧就是咱以前咱的台湾人有安尼伫讲，哦，啊话你若有下咱的道歉，我是即摆。啊，伊这解说，啊后壁例句，伊嘛是拢用迄个日文解说啦吼。这例句拢有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去查一下，你看即摆这是下批嘛吼，这就是大陆拼音方法的。啊，你看有即个字，即个字就是以前本来伊是写国啦，就是日本的国语啦。即个就是为日文的汉字，啊，甲读做代替啦。伊中国的汉字一直无求七步毋来去咯。即个词呢，伊敢若是单字尔嘛吼，遐个词呢，足济拢无的。恁毋知影五四运动的时阵，你当时的科学，安怎讲恁知？科学叫赛先生。赛叫赛先生，啊民主 democracy 伊安怎讲你敢知？叫德先生。哦，恁可能袂知影，五四运动，所以中文足济遐汉字拢为日本来啦，啊日本伊一直伫研究啊，啊科学就是 science 啊，哦，啊所以这有标志，即这个表示原来是日文的，毋是中国的用词啦。做露营，哦，恁仔知露营是原来是日本啦。对咱来讲，咱甲读做露营就是外来语啦。哦，啊，咱尽量爱接受外来语，因为你本身的语言嘛无迄个物件，哦，你若会当接受，你的语言就会足丰盛起来。英语即马是啥物原因？遐济人会用，因为伊是世界上外来语上济啦。你用的时内底足侪外来语啊，哦，做个海啸、津波，伊嘛讲津波，哦，伊袂甲台湾是叫做海啸，啊，讲啥物小高应差别来会无，迄拢袂合，甲若津波上合，哦，所以咱人即马台湾话足侪外国文化一直入来嘛吼，足侪外来语，啊，较希望咱的外来语。唔好为中华民国20个反正台语，迄个音拢走去啊！你知影？麦当劳，麦当劳，你读做台语读啥？麦当劳，敢毋是？麦当劳敢有人听有？啊？伊是安怎叫麦当劳？你敢知？知影请举手。
唔知？麦当劳是安怎叫麦当劳啊？当然伊个音是麦当劳，麦当劳甲麦当劳，搁甲麦当劳菜啊，搁较远咯。啊，因解释讲，啊，迄着用麦仔做的啊，哦，啊，当甲咱便当的啊，啊老啊，着老甲家己伫食的啊，啊，所以叫做麦当劳、麦当劳啦吼。所以咱即马，所以阮内底用的外国语。外国的人名、地名，我就尽量拢教伊阮来，甚至你着用遐个字甲摕来就好啊。啊，已经习惯用有汉字的，阮面顶会甲标伊原来是啥物字啊？伫标原来，所以伊先就大写是大小写人名、地名嘛。哦，啊，来一般的标音的，不管咱人名、地名，我拢是干那标音尔，无分大小写啦。有无？这对你来讲会伤深嘞，啊？但是以后你会足好用诶，哦，你要写作业啥诶，你若毋知字，就来遮查吼。咯，啊解说嘛会使查吼，例句嘛会使查诶。这当时就是讲，杨文元教授帮忙我创遮即几啊安怎分，杨文元教授教改，照遮吼该当用诶，就讲其他参考拢共款。还阁一个使用这 white card， 这其他的书店啥会查，我感觉有效啦。这个概念咱来学了吼，就是讲你若点咧，咱一般去查的时阵，拢为头一支查起嘛，敢是？哦，中国、中南、中啥个啊？中要做一项后壁是要安怎查啦？哦，你中做后壁，像讲。我即个书店吼，一寡迄个研究台湾的吼，就研究鱼啊，所有台湾的鱼啊，啊你若是伊啥鱼啥毋知啊，你若是倒后壁是所有的鱼啊拢出来啊，哦，所以你甲教即个使用即个，啊你看有啦吼，我知影即个，遮有一个。哦，这个遮有啦吼，有看到啦吼。这个所在使用迄个星号，迄个星号就是所有共款的啦。所以咱下骹咱要拍，你下骹要查的时，你要先拍星号，啊再拍鱼仔的鱼。啊，对，刚开始哦，咱读书会来摄取鱼仔鱼。OK， 所有的鱼242种鱼拢有啦，啊当然无一定是鱼啦，哦，伊讲盐丝鲤鱼、盐丝鲤鱼以前的游戏啊，目睭往点毋知怎用，哦，咱即摆可能无安尼，咱即种电动玩具啊，啊以前拢有做迄个叫啥囡仔去耍的遮，哦，往目睭，哦遮拢有，哦肮脏鱼，啥物？红膏鱼、红蚬鱼，啥物鱼遮拢有，就是鱼倒后壁的，哦，所以你要研究台湾的啥物物件，你会使用安尼来查吼，啊，这其他参考的，这拢会出来嘿，其他参考，所以清汤鲍鱼，哦，这就料理啊，吼，料理的，哦，啊，你就哦，拢有背啊，你下一页，哦，遮，哦，这料理的鱼名咯嘛是拢有啊。所以你去等于问恁爸爸妈妈讲捌食过、捌做过这个料理无？啥物鱼拢有。OK。哦，这主要就是遮哦。啊，过来有一个台华对应，这主要甲杨文元教授，伊个网站面顶嘛有即个台湾对的即个啊。这主要是迄个地理位，咱的老师，地理位教授伊编的台湾对的。啊，伊的台语是台南腔的啦吼，台南的吼。即个就是台语安怎讲，华语安怎讲，华语安怎讲，台语安怎讲。哦，这对咱即马要进入台语的帮助会足大个啦。
哦，所以共我伫这面顶会当查，就讲台语，咱讲加工，哦，啊，你甲看迄个华语是安怎讲？哦，伊就公鸡嘛，咱加工是公鸡嘛。咱知影，迄个统治者拢甲咱讲，咱甲中国同文同祖，迄拢伫甲咱骗。即个上语文上简单的哦，咱台语是以迄个祖国做头前的，哦，不是祖国做头前着，迄个物件。啊，你形容的则伫后壁，你加啊先讲嘛，加工嘛，哦，啊，中华民国伊是公鸡嘛，先讲新老祖，再讲祖国嘛，敢毋是？啊，你较有共。风台台风嘛，足济无，足济倒调的啦。所以咱甲讲不同文也不同族啦，对，这就这样证明啦。哦，加工加的。啊，所以咱看即个，伊的台语是加工，迄当时下门话是加工，较侪人讲。啊，其他腔口是叫做加工，哦，即个加工，加工，嘛有人讲加工嘛吼。即个可能两个对调的款，我还阁等去查看下。因当时咱中南部拢讲鸡嘛，加工嘛。咱讲鸡，啊因台北才会讲鸡嘛。对。所以即个我等下查看，可能无差对。这代志大事顶，我2003年、4年，你叫我讲了落去学上，迄当时我的台语嘛无讲介好啦。啊，我的自己迄当时嘛无介好是，啊，你经过安尼磨练了后，今仔会早无法度将这日文的甲翻做台语哦。啊，我遮常常拢有去管啦。啊，所以咱若发现内底有各样你听有无？哦，各样的物件，拜托恁 email 甲我讲啦吼，啊，一间老师互我知影，啊，我则随时来改啦。啊，咱了解这是属于咱所有台湾人的物件，毋是林俊玉的啦。啊，有个人一开始咧 Facebook 咧笑啊，我发现个还什么牌啊？我坦白讲，我知影足低落的，但是我足勇敢的。我感觉就讲，我讲这台湾人诶，咱台湾人大家共同来甲创造完美嘛，迄敢毋是足水的？哦，所以咱家知影哦，即个网站，即个数字端，即个什么，毋是林俊了的，是林俊了较鸡毛，甲创出来安尼尔哦。所以咱个情况，这是咱大家的。啊，要改先来甲我讲，啊，就拢会随改啦。即摆有正10个人已经拢安尼伫做吼。好，我改一下。这台湾对应啦吼，这请大家用。这就是迄当时萧平地老师嘛，拢有斗做吼，所以迄个地教授的遐以外，迄就是迄个阮严教授提供互我，啊加上像迄款的萧平地老师加一寡落啦。啊，咱了解吼，这台湾对应地两位教授是台南腔啦，无啥共啦吼。牛小慧，你无叫牛小慧，伊拢讲我姓牛。你知影嘛？因台南囝仔读过牛嘛？哦，我牛小慧哦。所以腔口台湾渐渐会趋向一致，就是较侪人讲的。你知影牛，大家会杀无？哦，啊，这款的我迄只卡这共款，当然共款啦。啊，搁下骹有一个叫《金字典》，这本字典是台湾的第一本的啦。我迄个刷教书典的啦，这比台一大书典较早。迄都是下门话，伊传教士要来进入咱的文化，伊嘛是这字典嘛照着啊。这敢若一字的啦，这无数啦吼。啊，这款的，所以这个插法甲迄面顶遐拢共款的。啊，咱咧知影金字典、台一大书典拢是下门腔，你无甲伊当作是台湾腔啦吼。台湾腔渐渐阮会出册出来，你渐渐读久，你就会知影，咱中南部腔口是台语的，较侪人讲的腔口。啊，伊教育部讲做啥强势腔啦，啊，较歹势讲人较强，我较弱啦。啊，
所以我讲普遍腔啦，较侪人讲的。OK， 下骹开始第一个卤味线顶形成，这个卤味吼，恁知影卤味什么意思？恁 Word 内底捌用卤味的啥嘢体 ？Word 内底有注音符号的哦，咱这个我创起来。哦，这我即摆中我要甲注音哦，你会使一字哦。我看伊三字出来，伫即个有无中？你面顶有一个中有无？中国的中啊，哦，迄个就是你做注音符号的 ，OK。啊，你这三个字啊，查某你着读主词嘛哦，大家安尼，哦，我三个字会使。啊，你即摆你咱排华的嘛，排华的时阵，伊爱左右错字中，伊爱 OK， 哦。有无？伊是毋是宗教大？我毋知。伊的注音对无？啊？这我毋知对无？恁看对无？对，我即久无用了。有啦，宗教大啦，但是无啥对尔啦。恁捌用这无？哦。啊，你若要用这，你要改做罗马字，甲改做咱的罗马字就好啊。哦，所以你创进去了后，所以我老有一个好处，就经验较济啦。啊，所以我要甲恁分享的时阵，较就是咱甲吸收哦，恁会当学足侪物件。就即个 ，OK， 爱甲海带都起来了后，你去这中的有影。内底有一个中 ，OK， 主旨，伊遮吼会当调字中了大小，这毋知要怎调，啊调第是啥？哦，伊是宗教大嘛吼 ，OK， 安尼可能会比较对。有无？伊就小可较好势啊。甲对起你面顶嘛，哦，宗教，啊，咱你个罗马字的，哦，咱因为较少人用，Microsoft 无过会甲咱创啦，因为这中文太强了哦，啊，所以又甲咱创，咱只好就家己来创啦。伫设定的位啊，有一个上下骹有一个叫拍鲁比有无？有无？哦，你看哦，安尼看会清啦吼。啊，伊有两种，一种即马即个就是汉字后壁挂有罗马字迄款的鲁味啦，注音就是鲁味啦。啊，敢若红宝石挂伫这手菜面顶足水的，互你方便啦。抑搁一种是甲咱的册，即马互咱的册共款迄个，哦，使用 HTML， 就是网络去网络面顶转的，哦，你这就是预设。是即个后壁挂有注音的，啊，即个是迄个甲咱即马今仔上来册共款，即个哦，咱甲确定。我确定是无高的。OK， 好，我拍中，这个叫 HTML， 是网络的语言啦。啊，去网络，伊 Word 伊无法度处理，但是去网络面顶会替咱处理中面顶 TIONG 啦。啊，这你着文章直直拍好了后，你甲全部选去台语信用来，这个语义线顶。承认即个功夫，哦，啊，你甲答落，歹势哦，我莫转去台落啦，反正就是互你知影这啦。你要台落，伊就创台落啦，哦，啊，
啊，你甲 submit 提交出来，伊中面顶就罗马字嘛。哦，伊即个吼，因为伊个网络设计足歹，你用 highlight 会袂完全，第一字会袂出来。所以我建议恁 Ctrl A 就是全选嘛，恁知嘛吼？你要拍是 Ctrl A 全选，全部选起来了后 ，Ctrl C 甲 copy 来 Word 内底。OK， 啊，这之后再甲创啊这哦。啊，这问题就是讲，即个，要甲创较大字。即个网络形成了后，伊要改大细有较困难，所以但是你若要出这因，以便伊会晓去处理啦。啊，咱要看的时阵，就是安尼中面顶有即个标准的罗马字安尼啦。啊，你歹拍的时阵，爱会去甲创掉，无你只每摆拍的拢会照安尼。所以即个Ruby， 阮有一个工具，我踮介绍，就规本册会当规个做一解总用，毋免安尼一字一字拍。OK， 过来这圣经啦，这教会吼，全罗转汉罗的工具。你全罗马字会使来遮拍落，啊，甲落会转做汉字罗马字安尼啦，全罗转汉。啊，这线顶的是因为迄个思考无啥物更新，啊，我建议咱用离线做伙办，吼，啊，汉罗转全罗，吼，即个已经袂用伫啊，吼，迄就是网络因迄头家换来换去吼，迄个鸟啊，啊，外口即摆即个煞袂用伫，吼，啊。花台转换也会使，吼。姓氏即个无咱无用，吼。台语转换工具离线做伙办，我建议咱登录即个，吼。哦，这足大，所有的转换工具拢伫内底，吼。你去登录落来你的迄个电脑，吼。啊，上好莫放到桌面。桌面是临时领去嘛吼，这实在要作业的时阵，你去创一个，看要创一个迄个文件也是倒位，哦，莫放伫迄个遐就对啦。所以即个哦，你甲登录啊，甲解压缩，哦，啊就有遮个，哦，啊因为我这是网络面顶有诶思考无遐尼济吼，我来使用我诶利用诶。希望让大家看。会伤济吼，你来慢慢消化吼。时间来个，你若要消化，会使搁看录影片咯。我要后大要转来才10年。所以即个我登录落来是。所以即个工具内底。有 CL、HL 转罗转汉罗，哦，转罗马字转汉字，这有面顶加一撮，就是你讲转无过，你会使加，啊是林准阳的台语你无介意，你会使 override， 哦，伫即个所在离线做伙办有这个功能，哦，啊你若即个第一字要大写，你上好就加入专有名词，哦，安尼免较好辨认啦。这是转罗转汉罗，靠无啥物。啊，汉罗转转罗，哦，共款汉字，这个文章你规篇，不管你偌大篇啦吼，你若10万字共款会使，但是遐时间，所以你要困进前，甲词回转，啊困醒起来就转好啊。所以人讲我哪会做遐济代志？我沿路做，你讲你是毋是无困？我无，我是沿路做，沿路困啦吼。所以你这个工具学会晓的时阵，你要做大量的工具。即马是外边的台语文，即个平顶我通过了后，足侪人电视节目拢爱做这台语的节目，伊爱拍台语是无啥，而且
以后恁认真正读，啊，甲要找头路，要烦恼啦吼。哦，啊，即摆你甲汉罗拍到面顶哦，伊就会转做翻译。OK， 伊就该，即摆目前拢数字调好，因为伊网络面顶以前的野话无Unicode啦吼，所以这个功夫麻烦阮原来建立的思考是迄个数字调好啦，啊，但是即摆有 Unicode 了，你用 Unicode 的入去也改嘛 Unicode 啦。哦，你若要改做 Unicode， 你就是甲改做迄个。伊就袂数字调好，哦，才拍 Unicode 入共款会使。即摆已经改好势，但是原来思考哦，我爱找时间来有哪改。啊，有真侪人了是习惯数字啦，啊，数字较袂出问题啦，因为迄个 Unicode 的是新的物件嘛，伊有哪会是毋对？像我喺内底带第7条啊，伊甲你创到第2条啊。所以咱来摕读迄本册有误的所在嘛，你会去改。啊，搁一个汉罗鲁比即个共款，哦，伊一个迄个迄个台语汉罗文章拍落哦，啊，你才转，哦，伊就中到台伊一字一字啦吼。啊，你若要创造一个时，你就是爱去遐订创互合的安尼。啊，即个共款 copy 去拄则即个线顶形成功夫，即个。哦，你看伊中到台面顶就有啊吼。啊，但是娱乐协做诶啦吼，啊，目前我嘛会想办法要来解决。你只要着用人工去甲拆开啦。啊，但是我有一个要做几本册，无可能一个去做。我有一个软体，但是迄只爱伫 Apple 面顶会当用，哦，去哩规个甲替自动替我拆啦吼。这是网络诶处理问题吼。我爱问迄专家讲，伊若拆着网络诶，普通甲你限制掉者啦，这真歹解哦。OK。所以即个恁有闲的时阵吼，家己试看觅啊，内底有说明书吼，啊试看觅啊，啊有需要进一步的时阵吼，啊 Apple 的人嘛，共阮有吼，阮有 Apple 版吼。OK。啊，过来正面有一寡影音的吼，这台语的影音哦，会使。迄讲文创园区有一个人请遐笑，咱彰化县有创一个文创即个哦，哦，你若要看就记录起来。啊，自这字幕拢拍起来啊吼，你这功夫若学会晓，你就让咱创哦。我中教材你教这个刘秀伟老师讲，我就是真印象会记，就是教大家课。教咱要安怎做影音啦，吼，这前馆长哦，伊咧创的咧，哦，遮有心要做台语的人是足济哦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当，啊，期待恁有趣味，哦，这个思想法真个，哦，一寡有诶无诶，拢内底拢有啦。啊，遐另外一个是较属于教会较关心某一个代志吼，啊，童谣，这有一个童谣诶。迄个专区啦吼，迄个叫做啥物班迄个林啥物地，老师伊创的哦。啊，影音教学专区即个，咱会当落，你若想要邀音教这哦，这用英语解说哦，啊有一寡华语版 ，Basic Taiwanese， 这敢若是迄个李金华教授伫。哈佛大学教台语有编一本册嘛，啊，迄本册我甲做影音啦吼，啊，遮你就当要遮来看。
我是感觉迄个有一个教材吼，下骹有投影片专区，有一个长老教会白话字教材即个，伊有嘛是拢有迄个读音啦。足趣味就是讲，我要转来前无偌久，有一个人用email我，讲伊中国肉糜省的人，哎，伊要学台语啊，看我网络识个，伊要学台语啊，迄个是波士顿，叫我来教。点一句140块美金，140块美金偌济，4、5千块，我一点钟啦。伊讲伊无遐济钱，我讲安尼好，你家己读了有问题再来找我啦。我就计读一本啦，欢喜甲伊就好，哎呀，这拢会晓啊吼。这阮姨母开始也开始教，足好个诶。这有读敢若是读拢有伊读个款啦。梁淑慧老师有编一本小说来学台语，你毋知知哦？哦，迄个话会使参考。我伫讲迄个5种语言吼，台语、客语、英语、日语、华语5种语言学这读。哦，你会当读台语，顺便学英语，顺便学日语啦，学客语遮个吼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可能。下骹就是即个专栏吼。咱即班恁嘛有想讲固定要写一个啥物物件，要固定家己去甲大家，你着甲我讲吼，我甲你一个日历，互恁家己会当去发挥啦。恁会写作啦吼，恁有趣味，恁创一了，甲老师讲，创一个专栏，互恁家己去发挥。你要专罗马字嘛会使，要汉罗嘛是会使啦吼。可能今仔讲到遮，安尼毋知，你毋知听有我毋知啊，你慢慢去消化啦吼。恁就是讲，大家伫斗阵的时阵，上好尽量就讲台语啦，吼。你煞袂讲吹的就叫我家己去哦。你话台罗，伊个来甲就是分袂好势哦。所以讲基础的做 CHH O E O O， 但是声太走袂出来，我错啦。你输入的时阵会使用教育部，会使用白话字。问题你爱一定，你用 O O 的时阵就是教育部的啊。你头前就爱改 TS 啦，袂使搁 CH 啊，爱白话字惯势的 CH 嘛。所以一寡遮物件咱若掠会准哦，下届要进步袂足紧。好，遮为止，多谢。第3名。